佳佳，有一桩事体托你帮帮忙。今朝夜里向呢，我想到陈老师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要做点浪漫的气氛。那么你嘛，点子比较多个，创意也蛮灵感。但我想想看，哪样子可以制造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氛围？哇，施老师你简直太浪漫了！办法嘛，我想一下啊。动力不是问题啊。施老师啊，你真是个贴心的好男人。我要是以后有老公能像你这样多好啊！我告诉你吧，对于真心爱你的女人来说，浪漫跟钱木有关系，最省钱的往往是最浪漫的。啊，会吧？只能给浪漫，也还上动力，不可能的吧？怎么不可能呀？浪漫跟钱没有关系的。我知道呢，最近有一种夜里会发光的纸星星，就是那种荧光的星星，你把它贴在你和陈老师卧室的天花板上，这样等到晚上，他电灯一关的时候，就会拼出一个 I love you 的形状，多浪漫呀！哎，佳佳，这个点子灵啊！在那个天花板上向，两个在凳子上上向，灯一关，啪亮出来 ，I love you！ 哎呦，可是等我生来是我的牙也受疼个噻！对。哎呀，哎，佳佳，我等我再放点音乐。好醉了在，老公，冰冰，快回来！哎，你带哪里去的？施老师，你不知道哪里有买，一会儿我陪你去买吧。灵个，哎，不过，佳佳，你千万不能告诉陈老师啊，我要给他一份惊喜。啥事体呢？两个晓得呀？可是我来听啥？啊，不，佳佳之前辣海讲里头学堂里向个事体。啥意思呀？我出去了啊。你到哪里去啊？我去外头去溜溜呀，去堆堆。那么那个等兄弟侬边边到姚娘搭去。为啥去啊？外婆嘛亲戚里挂，逢年过节我们来想哪的，先侬们再回去带外婆屋里向，那么奶妈的呀啊，那么让边边呢就在树根到姚娘屋里向啊，那么我不打电话你飞出来，我打电话你再出来。地高方，肯定有啥问题。哎，姐姐，哎，陈老师，今朝下午侬勿在带侬们去白相呀？我出去随便走走啊。啊。哟，最大，对啊。爸爸你也出门哎，我宝宝，跟他一起出去。宝宝出去了。等熊猫猫呢也到那带外公外婆搭去了，今朝你睡了外公外婆搭，哎啦。我想跟他一起出去白相。可是已经白相，宝宝出去办事体，不是去白相的啊！你再说，这个阿刁不是到你个白相追来吗？我可是出去一点点也没劲，你啥个么子也不帮我忙。啊，啥么子啊？那个小朋友哪口是搿样讲闲话的？哎，那个上第二三点少几分钟呢？哎，我出去嘛，但是我全掉呀。那出去嘛，用些人的动力，哪有那种说法个？哎呦，那真的很皮子。我难于动力了还呀？去，走呢，不许带那个阿刁自家不抢的。那个人呢，我走脱个子，我哪？那搭里样都在，哎的，哎，那现在那个出去子啊，到夜里10点钟出来啊，10点钟啊，行动弟兄去啊。啊，行。哎，啥才行弟兄去呢？啊，那行动弟兄们在请弟兄，那啥子门啥的呢？哦，那么行动弟兄也动力的呀？肯定不懂的啊。我不懂的。那人整个踏实得不得了。那，是啊，10点钟，水兵连招开始，你出来。啊，10点钟。哎。哦，10点钟。啊，我们这边在炒开。啊，懂了。去，阿达，哥不能，200块再不行，那7点半。那啦，成绩看出啥子啦？不是成绩，我真的呀，现在没得显数据。唉，这弄个3把手。啊，10点钟过呀。10点钟，现在不是。哎，你每天哪搞啥？啊，再弄个2块，你大点。是啊。
对，进来啊！哎，不许的啊！哎，谢陆可奶，嗯，有啥意思？哎，难怪今朝到学生有点少不对啊。哪个不对？你想不来动力噻？搿么我跟弟兄出去白相，总归要用动力，你分拨我上一拨。搿么病呢？你想哪能让说法子？今朝本来动力辰光，你这样没这一点。难得上上去了啊！我还会编呢10点过后再转来。我总归觉着里向有点少话题进来。哎呀，搿个也正常个，我不白相到12点钟，我也会转来。哎，你好好编我到冰冰为你小娘屋里去住。埃个有点奇怪的，那啥，这不跟了很多一道去呢？哎，谁说呀？我来想呀。哎，只不过刚讲我来外头看见，你到两高头一道这个，很牛吧？阿伟都是，我看不是阿伟，谁是的？你到人两高头磨蹭，你才得了一道了。不会吧？不来现在快点，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一定要早上到两高头得了一道。谁说搿样子？搿我也勿去做了有啥不能做呀？哎，你想呢？万一我真的做到点啥物事，那肯定不让我输了嘛。那还不让你输，也不让你输的，高头女主人啥人啊？我让你输的。搿来帮我去装到两高头。不是我做篮子你到两高头嘛，人高也差得远。你到两高头肯定不输了一台，不记得我跟你去输。我帮你讲，接着你帮我装到两高头得了一台，我弄我屋里送两钿，我随便你去做个多少个？私募基金。对，私募基金。谁不我？随便你。真的。真的，我讲闲话算数。哎，搿个当然可以看得起做看，是吧？你分析分析情况。来帮我分析分析看。今朝你海南到海冰冰。对。哎，现在还顺带你到娘家去。到娘屋里去。哎，海我嘛出去白相，啥个不到10点钟过后再转来。那么再跟娇娇两高头一来。出去的。侬前所有人全部转开，我屋里空出来，侪是说你到两高头今朝像同忙了。真的够文个两人。搿只中伤看不出好的。到一讲么来中伤。哎，那侬熬到了还是哪？不管，阿快，你再帮我想想办法。搿样子。来飞机。你打只电话，你寻搿个私家侦探来跟踪你，一直跟那里看看你到底在做啥。不来个，私家侦探能想得出的，弄得了外头侪晓得你屋里向的事体的。人家讲家丑不可外扬，我是连面孔也没着呢。弄得了到我哪敢好啥子法子呢？你好，挨上来噻。啥人啊？私家侦探也勿行。我跟来的。哪跟的呀？我盯了。你不来了，你没去错，你有去错的，你呜的开嘴的，我跟得了你了，真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啥办法？我的杀手锏。啥杀手锏？视频对话。视频对话。哎，你不是有 QQ 的嘛？你拿只笔记本放在房间里。上海那有 QQ，你再拿只笔记本上我 QQ，你两高头有 QQ 视频对话，你到了房间里做啥个事体，你侪看得见。还办法？还办法。搿么样子，我得先到冰冰带你爷娘屋里去。哎，你快点去，快点去，快点再转来啊！快点去啊！送来啊，你别忘记他。烦的。我当然了，接着到做这份情，我去做特工啊！现在，反正我是中国的007。一台位，老害怕，老害怕！哎，这个你打来了。哦，打了。阿来了。哎呦，这个两个人转来的呢，来我来。哎，你两个。这个男的，比谁多弄个玫瑰花。冰世界上，几年还帮我买玫瑰花的，就是办的嘛。我你。
为何遇到了？这是啥？来吃那个嘛。你哪弄许多块的？那这个块的还是太晃来晃去了吧？控制人嘛。那个我随时位置对正上啊。对对啥？这样没用嘛。我们哪对呢？这趁那些客气的。哦。你讲我生不出健康的，这真的没想我呢。我的干活的都不得了。切，两姐一对半好，我干啥？这你那看见是对待我问呀？哎，娇娇啊！哎，来，过来帮我忙吧。哎，来，快点，你打扰我啊！慢一点。你打扰我啊！我来。哎，你也来说菜。慢点说，老师。哎呀，好了，哎呀，I love you。啊，这反看着克林顿跟莱文斯基才是个叫戏啊！佳佳，哎，去拿灯柜的。哇，哎，佳佳，你快到床上来看看。哎，那个 I love you。哎呦，这张也是设计的，来，太棒了。哎，那后面这样形容回来的困难。快点，原谅，我们选择绿色；酿造，我们秉持传统；品质，我们追求卓越，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民先生携全体员工恭祝苏州市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金蛇贺岁，盛世欢腾，红蚂蚁鼓动新春第一会，幸福家装消费特权行动3月3日全线启动，全新品质、全新服务，给你最硬的消费特权。红蚂蚁高品质家装，你品味到的洋河大曲是1000年之前。降龙抱节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盛山珍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蛇年吉祥，知蜂堂拜年祝福，祝健康，新春报喜，知蜂堂买3送1，赠大礼，绿色天然知蜂堂，好原料，好功效，滋补养生，知蜂堂品质好，口碑好，效果更好。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苏州圣爱医院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吴王大闸蟹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爆竹新祝福，银蛇乐报春。绣娘丝绸给全市父老乡亲拜年了，在新的一年中，祝愿四海同春，百业兴旺，美丽中国幸福吉祥。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紫檀阁红木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1分钟还原秀发损伤。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3倍修护成分，发膜及护理，一抹一冲，解决干枯、分叉、毛糙、暗哑、脆弱5大问题。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你值得拥有。我来自苏州银行，我拥有银行金融功能，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我还有公共服务功能，这就是苏州市社会保障市民卡。蛇年到，好运到。至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安德装饰全体员工向关心支持公司发展的各界人士拜年了，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平安幸福。蛇年到，好运到。至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大润发公司全体员工向关心支持公司发展的各界人士拜年了，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平安幸福。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苏州杜三珍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好德家享受无忧购物，体验至诚服务，5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更有好德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好德家给你更好的家。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克林顿跟莱文斯基的这个叫戏啊！佳佳，哎，去挪灯柜的。哇！哎，佳佳，你快到床上来，来上来看看。哎，来看 ，I love you。哎呦，这张也是设计的。来。那和明天写了回来你看呢？哎，快点给我吃。啥么子？啊！你思考人都了你，苏斌，不，你把这些都让我上来，上起来。你哪去了？这趟我也帮不来呢。你看看你做个啥个事情啊？我分做啥？刚比你搞在屋里啊？你啥个我呢？我语不正直的，我地那里。你听我说，我喂。哪我喂的呀？佳，我都想了，你哪会的对我不浪费你个？哦，来自大水海的。没有，陈老师，这是误会。我为什么呢？伊我不是你来事啊，那是我来事，你讲闲话。你想与我为？你想我为？我来教室。教室什么苏斌？平常看你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啊，今天都出搿大开家书的事体来。刚才我来想，拿侬我把冰冰猪块简简单要娘屋里去，不止先头亏的500块钿，现在出去。不是。我晓得哪能倒翻啊！500块钿的500块钿，你把出去开房啊？等我上来上去，侬啥地方拉我车子？你屋里个蛋才把你太光了噻！孩子，俺讲完了，侬两个人才讲完了。你说非教室真是，好，说出来是嘛？你给我滚！你讲的是爱种闲话呢？你今天滚啥滚？你干？搞这个，我跟你讲，你忒使我失望了。我跟你夫妻是俺的年收入，冰冰啊是俺头子，你对我会不来讲吗？我对你哪里讲法子？我哪个你来不晓得吗？今天做啥子呀？我哪清啥法子啊？好，我讲不来听。我本来想等你两高头搞一个2人书稿，吃一顿烛光晚餐。我问娇娇，还有啥个好个点子不能一份浪漫想出来？你看到？那个才是我亲手做、亲手贴上去的。我本来想夜里向待在房间里关着灯，你困得上了一口 I love you， 可是我对你的一份心，你居然讲啥么子？你来讲啊？你让想啥么子啊？是你两个人一对狗男女。你，那个是哪帮我准备了？老公，老公，来，baby，老公，这个回来，等我死了，回来，过来，你哪着的呢？你哪会做一种事呢？不是，你还在拧个了呢？你不搞做海我是做呀？你搞做海你做，你搞做海你吃死啊？你吃死呢？不是海我，你干嘛的？你娘带你呢？你娘弄的安排了我屋里向，我供你吃，供你吃，供你睡，供你动地，像懒要这样供来。你不知恩不答一直跑里，你现在呢？你插人家呢？你都给我滚！不是个水平，我现在。你现在我现在生意刚刚起来，啊对，你用我是哪个动力？我带人光我10万，我100万还不呢？我别，你只要离开我屋里向，随便你赚1000万1个亿，等我付得高，滚！分我现在分3个动力了，我出点动力，滚！哎呀，老公，哎，阿仔，你好，哎。哦，搿个我生意还下来，哎，明年50万定心。阿仔啊，侪是有个事体要跟你商量。我呢，现在碰了点问题了，就是搿资金浪向，还缺个30-40万，
没搿资金呢，我明年50块前户才派趟噻。哎呀，你到底不给你们？你大概有句话，神几万，神几万，你先弄神几万，其他我再想办法催。嗨，小个，什么是阿娇？你再带我孩子，那个没办法，那儿子跟咱比啊法。那么现在去银行里，我跟你来到银行里，你弄同理单过来，我再划拨200啊。一些是通电话啊，再会。耶！哎呀，老公，谢。你飞来哪一趟？哎呀，不是大快这个车，阿拉一部分人了。你大部分人，我花啥多个精力，我动出啥的脑筋，我想把那个浪漫，把那个惊喜带回来呢。你都2号头上不着，你要做该啊！啊，不是看见人家叫么等了一单，我心里不生气了。你已经这个，已经脑子里想个乱七八糟的么子。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啥？想我个信任啊！信任俺们不是做啥个夫妻啊？这个是，你看哎哈，我阿边来请你吃这个烛光晚餐的，今天夜到我要去侬冰冰节走了，你一讲呢一来出去，到自家家去吃一顿哈，我请客。不吃，我跟你讲，儿子吧，你冤枉我还是说，你现在为了冤枉这个信仰，还叫哪办啊？那我错，我明天把家带个去，好了，我明天把家去带个去。不然嘛，我再买了还帮你买上好子好了哇，好了，我再帮你带个去，记住啊。谢谢吃啊，真心带去啊？用我呢？哎，连同 iPhone 带后子，我帮你再去买个 iPhone。我飞起死了。哎，不对，我们现在快点两边呢。呀，让你去吃屎！唤醒自己。2013，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一定要办2城1家，不用换手机号，接电话不要钱，打电话每分钟不超过2毛9，还送30分钟12582免费通话。在外都不容易，回家过个好年。神州行，我看行。美莱真美十分，注射除皱，肌肤紧致年轻；注射整形，重塑完美五官。苏州美莱美容医院。你品味到的洋河大曲是1000年之前。苏州广电总台文化产业旗舰，颠覆想象，闪耀呈现。现代传媒广场引领时尚，巅峰地标。国际影视娱乐城，休闲娱乐，财富尽享。苏州演艺中心穿越古今，传承荣耀。携入驻商家，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蛇年大吉。招商电话6529360369150528。降龙抱鞋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苏州香雪海饭店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我叫陈果，是一名苏大的学生。我喜欢唱歌，以前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但是呢，练歌就比较麻烦一些了。现在我想唱歌，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唱吧。唱完以后还可以上传回放，不经意间，我还成为了一名网络歌手。能够随时随地的唱歌，我觉得很幸福。中国联通。过吉祥年，喝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过吉祥年，喝加多宝。热烈祝贺以下企业和楼盘荣获最具影响力称号：月湖家天下荣膺苏州最具影响力楼盘，城南核心地铁成熟大盘，美式别墅现房热销中，实景样板雍容绽放，恭迎品鉴。月湖家天下，66056888。
在朗仕青春系，即使75平米的小户型，也能拥有南北通透的2室2厅和7大收纳系统，足以挑战100平米传统户型，让3代生活安乐舒适。朗仕未来街区青春版科技住宅，合景峰汇国际人民路100万城邦王者登峰，珍藏8期新品上市，88至132平米经典户型全程预约，贵宾热线6731888。精装不仅仅是在房子里，陆晋地产蓝调国际至臻美学园区首席水岸精装，降造法式皇家园林精装，向蓝调国际看齐，62531111。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苏州神家欢乐多，人人都是开心过。你吃的来，我吃喏，滴滴喏喏人家过。正月里向吃柚子，二月里向放叶子，3月清明青豆子，4月手伯伯结剪子，5月端午吃粽子，6月里向有扇子，7月补水泡门子，8月中秋剥瓜子，9月打打鹅童子，10月剥开三橘子，11月贴剪子，12月炒柚子。日上数据来人们，三清树落塔湖边，热水浦塘东收区，5花落花理工地，插花拉新青关山，地灵滚雨摩天轮，位于那红得发紫米满口。不同的绿的香，手举一家门，狗年7天干来嘛。你两个像谁噻？都来噻！兄弟啊，你那像啥水质底过？哎呦，阿舅你不晓得呀！士兵聊斋春节特别节目，苏州一家人，不同的绿的香，手举一家门，狗年7天干来嘛。苏州一家人，联通一家亲，中国联通苏州分公司，请您共同欣赏《士兵聊斋》春节特别节目。苏州一家人一定要看哦！你是光放了，你有啥问题？哎，姐姐，哎，陈老师，今朝下午侬么子带侬们去白相呀？我出去随便走走啊。啊。哟，队长，对啊。爸爸你也是我的。宝宝。跟他一起出去。宝宝出去了。等熊妈妈呢，也到那带外公外婆打起来。今朝你除了外公外婆打，还有呢？
姑娘，我们一大车子白相。可是就白相，跑出去办事体，不是去白相的啊！你这是这个阿刁，不是到你刚刚白相追来吗？我可是这次一点点也没进，你啥个么子也不帮我忙？啊，啥么子啊？那个小朋友哪口就搿样讲闲话的？哎，那个当第二3点少几分钟呢？我测试嘛，但是我全掉呀。那测试嘛，用些人的动力，哪有那种说法个？哎呦，那真的非鼻子。哪有动力了还呀？去，总总呢，不许得这个阿刁是俺不晓得。那个人呢，我走脱的，我懂。那到底样都在，哎的，哎，而且呢，那个出去子啊，到夜里10点钟出来啊，10点钟，成都弟兄去啊，行。哎，啥时成都弟兄去呢？啊，那成都弟兄们在成弟兄，那啥子门啥的呢？哦，那么成都弟兄有动力的呀？肯定不动力啊！我不动力。那人这个踏实得不得了。那，是的啊，10点钟，士兵连招开始，你出来啊，10点钟，哎，哦，10点钟，啊，侬几个在吵开啊，懂了，去，阿达，哥不能，200块再不下，到7点半，那啦，成绩看出话是啦？不是成绩，我真的呀，现在没得显示器，唉，这弄个3把手。10点钟过呀，10点钟，现在不是，哎，你每天哪搞啥？啊，再弄个2块2大点。是啊，对，记得啊，哎，不许的啊。哎，西路口的，嗯。难怪今朝到学生有点少不得啊！哪有少不得？你想不来动力噻？根本我跟弟兄出去白相，总归要用动力，你不帮我上运动。搿么凭呢？你想哪能让说法子？今朝本来动力辰光，味道也没这一点。那都是上去的啊。外加外边呢10点过后再转来，我总归觉着里向有点少花头进来。哎呀，搿个也正常个，我不白相到12点钟，怪我转。哎，你外加边我到冰冰为你小娘屋里去住，埃个有点奇怪的。你说这不跟了很多一道去呢？谁说呀？我来想呀。哎，但不过家讲我来外头看见，你到2高头一道这个，很牛的。阿伟都是。我看不是阿伟，谁是的？你到人2高头磨脱你才得了一道了。不会吧？不来现在快点，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一定要早上到2高头得了一道。谁说这样子？跟我阿爸去做了这个。有啥不能做呀？哎，你这样呢？非要我真的做到点啥么子，那肯定不让我输了，没得。那还不让你输，也不让你输的，高头女主人啥人啊？我让你输的。来帮我去装到2高头。不是我做来子，你到2高头嘛。人高也差脱的呀，你到2高头肯定不输了一台，不记得我跟你去输。我帮你讲，记得你帮我装到2高头得了一台，我弄我屋里送2年，我才不能去做搿搭啥个私募基金，对，私募基金，才不我，才不能，真的，我讲闲话算数。哎，搿个当然可以看得起做看，是吧？你分析情况。来帮我分析看。今朝你海南到海冰冰。对。哎，现在还树带你到娘家去。到娘屋里去。哎，海我嘛出去白相，啥个不到10点钟过后又转来。那么再跟娇娇2高头一来。出去的。侬前所有人全部转开，我屋里空出来，随时10里到2高头，今朝像动忙了。真的够文个2人。搿只中山看不出好的。到一讲么子中山。哎，那侬熬到了还是呢？不管，阿快，你再帮我想想办法。搿样子，来飞机，你打只电话，你寻搿个私家侦探来跟踪你，一直跟那里看看你到底在做啥。不来个，私家侦探能想得出个，弄得了外头侪晓得你屋里向的事体的，人家讲，
家丑不可外扬，我是连面孔也没得呢。我不能讲我哪个好啥子法子呢？你看俺来噻。啥人我是私家侦探啊，不行。啊。我跟来了。哪跟的呀？我盯了。你不来了，你没去错，你去错了，你屋子开这个呢，我跟不来你了，真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我的杀手锏。啥杀手锏？士兵队伍。士兵队伍。哎，那不是有 QQ 的嘛？啊。你拿着笔记本放在房间里。啊。上海呢有 QQ，你再拿着笔记本上我 QQ，你两高头有 QQ 士兵队伍，你到了房间里做啥个事体，你谁看得见？还办法？啊不，还办法？搿么样子，我得先到冰冰带你娘娘屋里去。哎，你快点去，我这些快递再转来啊！啊，快点去啊！啊，送麦啊，你别忘记他。烦的。我当然了，接着到做这份事，我去做特工啊！现在，反正我是中国的007。别开我，老害怕，老害怕！哎，这可别打来了。哦，干了。阿来了。哎呦，这个两个人做来的呢，来我来。你两个。这个男人是比谁落入个玫瑰花。这个世界上，几年帮忙玫瑰花的，就是把那嘛。哇你！我有胡知道了。这是啥？哎哎，来吃那个嘛。哎哎，你哪弄起到快点？那这快点还是太晃来晃去了吧？可不是人嘛。哎个我才是位置对正上啊。对对啥？对也没用啊。咁哪对呢？这趁来去看下去呢。哦。哎，你讲我生不出健康的，但真的蛮像我呢。我的干活的都不得了。切，两姐一对半好，我干啥？证明咱看见是对待我的人。哎，娇娇啊！哎，来，过来帮我忙吧。哎，来，快点，你打拦我啊！慢一点。你打拦我啊！我来。哎，你也来说菜。慢点说。哎呀，好了，哎呀，I love you。啊，这现在看着克林顿跟莱文斯基才是个叫戏啊！佳佳，哎，去挪灯柜的。哇！哎，佳佳，你快到床上来，到床上来看看。哎，来看 ，I love you。哎呦，这张也是设计的，来，太棒了。哎，那和明天洗了回来的困难。哎，快点，快点。原谅，我们选择绿色；酿造，我们秉持传统；品质，我们追求卓越。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民先生携全体员工恭祝苏州市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金蛇贺岁，盛世欢腾，红蚂蚁鼓动新春第1会，幸福家装消费特权行动3月3日全线启动，全新品质，全新服务，给你最硬的消费特权。红蚂蚁高品质家装，你品味到的洋河大曲是1000年之前。降龙抱节去，金蛇送喜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欢乐时刻，盛山珍向大家拜年了，恭祝大家蛇年大吉大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幸福。
蛇年吉祥，知蜂堂拜年祝福，祝健康。新春报喜，知蜂堂买3送1，赠大礼。绿色天然知蜂堂，好原料，好功效，滋补养生。知蜂堂品质好，口碑好，效果更好。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苏州圣爱医院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金龙摆尾辞旧岁，银蛇翘首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苏州吴王大闸蟹向大家拜年啦！恭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万事更如意。爆竹新祝福，银蛇乐报春。绣娘丝绸给全市父老乡亲拜年啦！在新的一年中，祝愿四海同春，百业兴旺，美丽中国幸福吉祥。金蛇狂舞春天彩，玉树临风喜满门。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紫檀阁红木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1分钟还原秀发损伤。欧莱雅1分钟奢焕润发霜，3倍修护成分，发膜及护理，一抹一冲，解决干枯、分叉、毛糙、暗哑、脆弱5大问题。哎，佳佳。有桩事体同你帮帮忙。今朝夜里向呢，我想到陈老师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要做一个浪漫的气氛。那么你嘛，点子比较多个，创意也蛮灵感。但我想想看，哪样子可以制造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氛围？哇，施老师你简直太浪漫了！办法嘛，我想一下啊。动力不是问题啊。施老师啊，你真是个贴心的好男人。我要是以后有老公能像你这样多好啊！我告诉你吧，对于真心爱你的女人来说，浪漫跟钱木有关系。最省钱的往往是最浪漫的。啊，不会吧？只能给浪漫，你还上动力，不可能的吧？怎么不可能呀？浪漫跟钱没有关系的。我知道呢，最近有一种夜里会发光的纸星星，就是那种荧光的星星，你把它贴在你和陈老师卧室的天花板上，这样等到晚上，它电灯一关的时候，就会拼出一个 I love you 的形状，多浪漫呀！哎，佳佳，这个点子灵啊！在那个天花板上向，两个在单子上向，灯一关，啪亮出来 ，I love you！ 哎呦，可是这辰光陈老师觉得也就受脱个噻！对。哎呀，哎，佳佳，我等我再放点音乐。好的，来在，大哥，冰冰，快回来！哎，你带哪里去的？施老师，你不知道哪里有买，一会儿我陪你去买吧。灵个，哎，不过，佳佳，你千万不能告诉陈老师啊，我要给他一份惊喜。啥事体是能让我晓得呀？可是我来听啥？啊，不，佳佳之前辣海讲里头学堂里向个事体。啥事体呀？我出去了啊。你到哪里去啊？我去外头去溜溜呀，去堆堆。那么搿节等兄弟侬边到姚娘搭去。为啥去啊？外婆嘛去几里挂，逢年过节我们来想哪带，先侬们再回去带外婆屋里向，那么奶妈的呀啊，那么让边呢就在树根到姚娘屋里向啊，那么我不打电话你再出来，我打电话你再出来。